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彭小 K。我哋下呢係到南條嘅六股，大家看到了茶人，還有了搶油油嘅山，係咪非常安靜？其實講到呢個台灣茶係全世界都係當有名嘅哦。不過從年頭開始，一連串呢個別出嘅所謂嘅毒茶風暴，係引起了消費者嘅驚慌。因為就係因為有當多嘅進口茶入到台灣市場了後，冇做好呢個流向嘅管理，本了種有呢個農藥殘留嘅毒茶、老好茶落強下，電到消費者都分辨唔出來咧。南條就係主要嘅茶產區，當地嘅茶農都反映講，受到呢排嘅事件勝利變做東難做。全面台會見面咧到呢就係求大家咧檢討一下，到底呢個進口嘅茶會用去做好管理，還可能會做好市場分級。當然，採鐵嘅茶也會升級咯，對消費者嚟講就係真正有保障嘅。呢啲下都去到討論嘅現場。開會了！大家聽聽講條呢度呢下出面台會開會討論嘅現場哦。你講到呢個台灣茶對國際上誒有正面嘅評價哦。不過呢，因為受到呢排毒茶風暴嘅影響，大家都少講台灣茶係咪出咗問題哦？也因為咁樣都看到係咪到邊境管理方面出咗缺失，那基本都會好好的檢討。也為大家紹介基本的參加嘅特別來賓。第一位呢紹介係立法委員，我們蔡華郎蔡委員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第二位賓呢，你紹介係農糧署生產組長翁正興，翁組長好。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第三位來賓，你紹介係茶改廠魚池分廠長郭寬福，郭廠長好。主持人好，以及電視機面前的觀眾，大家好。歡迎你，搶錯。第四位來賓呢，紹介係南條縣政府農業處嘅副處長林美珠林副處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現場我們也看到我們熱情的南投鄉親哈，我們的茶農朋友，你們好，大家早安。好。你講到啊，那個茶是我們台灣所謂的國飲呐哈。不過呢，這一次的到底毒茶風暴，它是所謂何來？毒又是從哪裡產生的呢？到底我們該怎麼樣面對跟檢討這次的事件？你來看兩段新聞報道。台灣的茶世界攏真有名，唔過嘛嘅含到台灣茶，我用嚟定義係台灣種嘅、台灣加工包裝嘅，也係台灣人種嘅。種植在我們台灣，然後在我們台灣生產台灣的技術，那才可以叫做是道地的台灣茶。用台灣的技術，台灣的品種，然後去做，仿照我們台灣的部分發酵茶，球形的部分發酵做出來的，我們應該講那個叫是台式茶。如果說我的1%是 MIT 的阿里山茶，99%是越南進口茶的部分，那這一斤茶或許它今天可以賣很好的價格，但是它因為清楚標示之後，它的價格可能達不到原來的幾分之幾。那所以我相信大廠的部分，他們可能不願意去做這樣子的標示。太廠唔願意做清楚嘅身體標示，消費者按樣嚟做聰明嘅選擇來保障其他嘅消費權益。因為你只要寫不是寫高山茶，不是寫阿里山啊、大玉林或者307，消費者就不買。他們看的是要包裝，所以你太注重包裝的話，往往的話就是會受騙這樣子。第一個有做產銷履歷，第二個有做307產地標章的認證，然後產地標章是由我們政工所去做認證的，所以它有經過品質跟產地還有農藥的3項的認證，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產銷履歷、產地標章嘅認證需要時間和個費用，也對成本嘅限制，唔係每個茶農能做得到嘅。我們這裡小農那麼多，如果他一分地檢個500-600斤，中驗花了4-5千塊，他賣的茶青就不夠付那個檢驗的費用。唔過冇驗證掛保證，喺日本嘅茶土風暴當中，無論係台灣茶、台式茶，也係甲嘅茶，出嚟事情總可以弄係台灣嘅茶農而來申訴。政府沒有正確的去了解說這個茶的來源，讓媒體去報道這個部分，其實有點捕風捉影的一個情況。真正的來源是進口茶，還是台灣茶？毒茶風暴，它真的是茶葉的問題嗎？
无论喺台湾茶、台式茶，也係進口嘅茶色，安全就係好茶。喺試驗過後，為了安用嘅做好清楚嘅標示，建立素顏嘅內容，創造一個公平嘅商業競爭嘅平台，將做日本消費者安全嘅選好茶，安心嘅食好茶。就像杨片都所讲的哦，台湾运动好饮茶。不过对我们台湾本地来讲，我们茶的生产量是远远低于需求量的哦。所以呢，加上自由贸易的关系，我们3%都是依赖进口。看到这块圆饼图，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常常说我们喝台湾茶，台湾茶，原来真正台湾本土生产的国产茶只有1.4万公吨左右啦，只占了全部的1/4。那你看到这些蓝色的区块呢，全部都是进口茶，就是从境外生产进来的，大概进口量每一年都要来到3.2万吨，所以才加起来我们台湾一年的这个内需量要喝掉4万吨的茶。原来大部分是喝从境外来的茶。那从本土的国产茶来讲，这1.4万多公吨年。原则上有95%以上都是乌龙茶，因为乌龙茶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茶，其他5%才是红茶呀、绿茶啊。那我们再看到这些进口茶，它刚刚好相反，它的乌龙茶呢是因为要保护，所以只有少部分才进乌龙茶，大部分70%以上还是红茶跟绿茶。各位观众看到这个进口量每年3.2万公吨的这那么大的量里面，又有75%以上是从越南来的哦。不过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大量的越南茶进到了台湾以后，很奇怪，它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因为在市面上我们买不到真正的所谓听到有越南茶这样的品牌，也就是说越南茶像拼装车一样，它是拼配到台湾茶里面来卖出去。那今天问题我想要请教大家了哈。为什么要有拼配混装茶，要有假装的这个？通常呢是次级的要假装成高级的，还是不是低价要假装成高价的来卖才会有市场呢？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说，到底这个混装茶对我们在地茶农来讲有没有受到侵害的一些问题呢？来个台共一吼。目前在我们普遍市面上来讲，这个混茶是不是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已经非常普遍了？对，公开的秘密，还有客制化。客制化，所以它反而是消费者要求要混茶。那混茶对你来讲比较大的问题是，如果都是安全的混安全的，那没事。可是问题是，如果碰到不安全的混安全的，安全的会不安全的拖累。对，你现在有没有啊？这次的毒潮风暴，以我站在制茶厂的角度来讲，这是好的，我肯定的。所以我们自主管理现在做得很好。第一个，我们先从那个茶农，还有农药商。打个比方，我现在跟这个农药商买农药，他要盖章，这些农药没有问题的。而且茶农在施洒的过程里面，他的所有的成分都要写清楚，他施洒了多少次。之后我们家茶厂，我们只有自主检查，送去检验单位。自己的要求把关非常的严格，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哈。那这一次的毒茶风暴，在消费者看到原来那么多手摇饮料或者是包装茶饮料出了这些问题之后，你们的生意有比较相对变难做了吗？还是或者是碰到消费者，你们得多费唇舌的解释我们的茶没问题？坦白讲，第一时间是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哦，是有压力的。但是慢慢的，这个因为本身台湾的这个对食品安全这个方面体制里面啊，那个做得很好。所以说在逐步的去推广解释之后，慢慢的消费者恢复信心了。所以现这个反而是好事哦。是，反而是好事。谢谢我们这位茶农大哥，待会继续请教你啊。不过那我们要好奇请教啊，混茶它会在这个市场上存在，表示有它的市场需求。那我也可以请问一下，我们在地其实都耕耘很久的这位茶农大哥，我也可以请教嘛哈。我们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其实茶谁混谁，我们傻傻分不清楚啦，只知道有茶好喝就好。那我们想要问的是说，这个混茶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讲要获利的话，真的得靠混才能够赚到钱。混茶是不是利益很大？觉得说混茶，不管是高海拔混低海拔，还是这个台湾茶混进口茶哈，只要是安全的用药、安全的范围之内，我觉得都是蛮 OK 的啦。是，因为站在我们农民的立场，我们是第一线是生产原料的原料商供应者。那当然，它外面我们接触到的，像一些大企业，它需要很大的量，它才能在国际上跟人家竞争嘛。对，这个部分我是赞成说，我们的茶让他们去混啊，没问题啊，因为它
混茶、大宗茶一混起来好几万斤，他们才在市场上才能够跟其他人。所以我们混茶有其必要性，因为我们的量就是不够多。我们台湾都是精致农民嘛，所以它的小农制那东西就小又少。那大家都要卖自我品牌，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是未来台湾农民的趋势嘛。我感觉了哈，如果你要买真正传统好喝的本土台湾茶，你就到我们的产地来买，直接向农民买嘛。那你如果在市面上，你如果一直讲说我不要买到混茶，我觉得那还是你空谈嘛，因为很多大企业它还是用混茶。那混茶的部分，就像我是一个调酒师一样，我再调一杯好的鸡尾酒给你们喝，你客人觉得好喝就好了啊。你干嘛一直要强调说我这个是大玉点，我是酸梨溪的？对。是，好，先谢谢这位茶农大哥。所以其实茶农朋友们先跟我们讲到说，其实茶在我们的台湾市场的流通有分它的市场分级的啦。大部分的进口茶可能占了8、9成以上，都是做所谓的商用茶，就是那种铜板价格就可以买到的手摇杯喽，或者是在便利商店买得到的那种包装茶喽，这是占大部分的。那这次爆发所谓的毒茶饮风暴也是在这个区间。那我们台湾自己，比如几个主要的茶产区所生产这种小茶壶泡的精致茶、特色茶，那个是行家在喝的哦。其实原则上，委员这就应该做分类的啊。好茶、特色茶是可能是比较它的受众不是一般的大众。那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喝像这种比较铜板价格的饮料的时候，如果它的来源进口茶进入到台湾的边境之后，这一块是查不出它的流向，也没有做很仔细的认证的时候，那就是冲击到第一线消费者的食安问题。到底我们的边境管理有没有疏忽跟缺漏？我先向全国的观众保证了，如果它是100%的台湾茶台湾茶事实上都是非常安全的茶，请大家可以安心的食用。台湾的农民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农药使用，而且我们的农委会对农药的管理、指示用药都非常的谨慎。是，而且台湾的这个农药残留的标准全世界最高。可是像消费者担心的好像不是台湾本土茶，是担心没有错，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说，你只要是买到的是我们台湾本土100%农民所制作的茶叶，可是你再怎么买，一定是安全。1/4，大部分3/4还是这种混茶。这个进口茶的量那么多老实说啦，都是在饮料茶的市场。是。那饮料茶的市场，其实如果它本身的茶商，它有去混茶的话，那进口茶的农药药检的部分，因为它每一年进口量高达3万多公吨，海关的检查的能量没有办法逐批检查。那这次事件在爆发之后，我们要改成逐批吗？要改成多久？那逐批符合到我们现在的茶人力吗？从英国蓝跟50蓝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强烈的质疑是在茶商他混茶之后所产生的农药残留超标。所以我们已经建议海关就进口茶叶逐批抽验。那逐批抽验的话就避免进口商鱼目混珠以超标农药残留的茶叶进口到我们国内来，同时污染混合茶之后的这个饮料的品质。所以像这个部分海关现在在执行当中了。那因为确实人手也不足我们也是很担心说会不会是5分钟的热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政府要负起完全的责任，这个才能够保护我们本土茶农的权益。好，先谢谢委员做的详尽说明哈。那通常在边境这个关卡出的问题，我为大家整理大概3个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委员讲到的药检问题，因为是抽查形式的，所以没办法逐批检验，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农药超标的还是会进来。第二种是内容不符合的哈，就是说是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它外面贴的是越南茶，但是里面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透过第三地进来的这些茶。好，然后还有这种第3种的，就是它改标头。那我先请问一下我们的建新，其实在你长期在茶这个产业里面这样子打滚这么多年了哈，看下来，我们先
就不谈我们台湾自己国产茶这一块的问题，我们放到后面比较再谈。谈的就是说，目前在进口茶这种大量而且是主要趋势的情况之下，这些茶进到台湾，你觉得我们在边境把关上，你的观察有哪一些问题？而且这些要偷渡进来的茶，它本身又具备哪一些的问题是值得担心的？我们海关人员真的是有时候把商人把那个红茶、绿茶，跟乌龙茶，他们完全把它搞混嘛。我明明是从越南，是在越南是乌龙茶，可是我是商人的话，我用红茶跟绿茶去做报关，它的关税反而是比较低嘛。哦，它是要那种关税壁垒，就是让那个本来乌龙茶是要25%的这样关税，就可以降低到17%，它就可以散开。是。那这对我们的茶产业会怎么影响？那当然影响很大。那个你一个国家，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为什么让它散掉嘛？那个是关税问题嘛。那如果用乌龙茶进口，它在越南的话，加上我们的关税，它在跟我们台湾的市场上，它一定会增加它的成本嘛。竞争力会跟台湾的差不多啊。其实我们茶农一直在私底下在赚点，拜托这些海关人员以后我们立一个法，就是说只要是半球形状的茶进来，我们就用乌龙茶的茶税基本上。所以因为我们的乌龙茶做好就是半球形状的，一定是这样。那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啊。是。我们台湾是特有的是半球形状部分发酵茶嘛，那是我们台湾的特色啊。所以如果这个弄好了之后，海关进口应该没那么多问题了。我们来看到一张图哦，我来请教我们农改场的厂长哦。如果我本身是消费者，我是消费端，我跟我们台湾在地的茶农来买茶，或者是跟茶厂来买茶，我买到的包准是1等1的在地国产茶是好茶，可是它量少质精，价位也比较高哈。但是我们大量的3/4的进口茶进来以后，是透过茶商茶行，这边是茶农代表群。这边是茶商代表群，茶商它是牵扯的商业动机跟商业的模式，它也以获取最大利润为原则。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关卡，我收取少部分可能价格相对比较高的台湾自己产的茶，混上大部分的进口茶之后，我才有那个量可以来支撑我在市场上的买卖的数量。所以我消费者来买到的就是这边的混茶。那厂长，我可以先请教一个吗？我们现在的恐惧跟担心有没有道理？那个茶叶啊，它里面当然你就集中的一个栽培以后，那当然这个喷农药是难以避免的哈。就像我们台湾的茶也，事实上它也是有喷这个农药。不过我想我们的茶农的那个素质水准啊都蛮高的哈。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茶叶推荐的用药里面，大概现在目前有80多种。那其中有大概里面有分这个脂溶性跟水溶性的这一部分。那水溶性的大概里面有14到15个那个品项是属于水溶性的。因为我们验的方法，我们是把茶叶粉碎以后，再用有机溶剂去把它抽出，然后我们验的是那个茶汤。那这个茶汤就跟我们平常饮用习惯来饮用的这个茶汤的冲泡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有机溶剂溶出来的茶汤，一个是用热水冲泡的。假设里面是脂溶性的农药的话，那用热水是没办法冲泡出来的。是，好，先谢谢厂长的说明。问题我请教我们的翁组长了哈。其实我们讲到说，刚刚相信也有反映到混茶这种拼装茶、拼配茶，其实说起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混没有原罪哈。现在我们的市场需求、我们的趋势跟倾向，可能就需要进口的茶来补充。这个是混茶，但是混茶有2个重要的硬指标。第一个，你是安全的，就是安全混安全的，这没有问题，你不能是有农药残留的。第二个是，你要诚实的标示，诚实的告诉消费者，才没有诈欺的行为。所以混茶在我们台湾，我们是不是应该消费者也好，茶农也好，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观念去正视它？然后到底混茶要怎么样分门别类？如果说进口茶我们避免不了它就要这样子的量进来，在我们现在的市场机制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新的制度？就是说卖各种不同的混茶，然后是安全的。你明明是从越南进来的茶，那为什么我们在茶的包装标示上面都看不到啊？看不到写越南。是啊，那明明1年大概进了4000多吨啊，奇怪啊，从来没看到越南的。好，那为了针对的这一块，那事实上本来这个从产地的标示里面，就进口货物的产地的认定标准里面，茶叶就是有9项的这一些农产品，它
是按采集地去算的。嗯茶叶，哇，管它的发酵不发酵，嗯全部都要标采集地。那你叶兰进来了，你还是要标叶兰。就是老老实实标你好的自己的产地。好，那这一块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去落实的一块。那你这一罐茶，你明明有混，OK， 你要标示你把有一半不管1/2、1/3是台湾的 ，OK， 那这一块就是你要写叶兰跟台湾，我请教一下组长，为什么标示清楚这件事情没办法落实呢？做那么多年了。那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去落实的一块，就是一直没办法去证明它到底是不是你说是叶兰的，如何证明它？你从一开始报关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分门别类啦。那现在很清楚了，就是从7月开始，就是7月，那卫福部的从食安法里面，就是它就是追踪追溯的概念。好，那它有上一手跟下一手，你的进口商，你进了1000吨，你卖给谁？是。那下一手要很清楚，100吨卖给他，50吨卖给他，那很清楚。那下一手卖给谁？好，那另外一个到了饮料工厂，那这一块也是很清楚，是它的上一手要清楚，就是追踪追溯。好，那你上一手是跟谁买的原料？这个要上网，要到那个食品你去登录。那这一块你不登录，它有罚则。那 OK， 那很清楚。好，那你这一个茶商，你进了100吨，你卖的里面都全部写台湾茶，那就不对啦。对，那就标示不实。那就有罚有据可以罚了。对。所以照我们现在公部门的这样子的制度的设计是说，进口茶如果能够很清楚的标示你是进口茶，不管是从越南或斯里兰卡来的，你就写清楚，反正它要去经得起它自己市场上的考验。那我们台湾茶就定位很清楚。所以我们在第一个主题讨论下来，我们发现我们要对抗外侮，甚至说在这种自由贸易全球趋势的情况之下，我们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除了是制度上的设计，要大家都是公平竞争，还有资讯公开透明的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自我品质的价值化哈。你在看以团新闻分析报道吼，到底你有用从7家持足管理做好，从7家的品牌做好，你真系真应该硬道理咯。按多年来所有茶饮料市场成长程度，由唔好茶商就为了存钱进口唔好茶，引起一连串禁药、杀虫剂 DDT、分普尼的脱茶风暴，嘛摇出了消费者对台湾茶拥有残留的疑惑。所以其实台湾的茶叶这个真正测到明显农药残留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进口茶这个边境检查，其实它的合格率相对是比较低。针对脱茶的风暴，农粮署嘛处验美国产的茶叶，分别验出7种农药的超标，其中有一种是茶叶做唔得用的非克粒。那个农民对他自己管理很好啊，只是他老了，跟那农药行买的那个药有没有？里面就有芬普宁，因为他看不到嘛。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农药行嘛。我们台湾目前茶叶的推荐用药大概111种，病或虫它是会有抗药性。这种药的种类太少的话，农民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因为抗药性，那就没有有效的防治。121种的茶叶用药，运用的安全有效的用药，茶农对药的认识和管理，就是消费者做得安心适合茶最直接有效的把关。如果说政府可以释出更多的利多，或者就是说将检验费用可以降低，还是就是说广设一些民间的农药检验机构的话，我相信对这个问题来讲，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其实检验已经是最后步的工作的，农药行对药的介绍和用量的建议，同农民用药的多少有最直接的关系。看你会发现说60几岁的那个老农民，他们的观念还是比较趋于保守嘛，他不会去直接去看清楚那个药到底是什么药怎么用。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政府能够从农药厂商这边着手，我是觉得会比较好。农药行做的立法来管理最难防的就是甲白盐的污染。对咱有危害，后边有青啊，会危害咱就甲伊沟通讲，我周边的青啊，可以收，但拜托伊。卖些药啊，喝茶应该算是非常安全。国内的这个农药残留检测标准，甚至于比日本还要严。就算有学者来配数，也把查出世界无论是境内也是境外污染造成的，拢对台湾茶的产期造成的影响。也下政府同民间马动出现的，为了强化茶园的自主管理，来潜规商业和个消费者的信任。
好，啉茶该用心度地哦。我们的茶呢分成3种：不发酵的绿茶，还有部分发酵的我们讲的乌龙茶，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那再一种就是全发酵的红茶。红茶、绿茶我们能靠国外进口比较多，但是我们台湾独步全球的技术就是这种部分发酵的这种乌龙茶。乌龙茶为什么叫部分发酵？它的技术繁琐，而且是需要超高工艺的老师傅，所以它有它的台湾茶工艺的代表性是灌入在其中。所以你有推翻茶有走后去改品牌，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建构属于我们自己台湾茶的这种产地的认证标章。看到这种每种章的设计5颜6色，而且意象都有自己的精神代表的图章很多。副处长。其实我们讲到我们的台湾茶系，大家都很有信心。我们对抗这一次的毒茶风暴的压力，最主要正本清源，把自己做好来。那这里这个品牌的认证也好，认证你不能随便就可以发认证，那就没有价值的。它可以经过重重关卡的考核检验，不管在农药残留也好，自我品牌的这个品质也好，都需要做到管控。这部分你能先跟我们解释说明一下，我们认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功效？对我们的茶的产地的茶域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保证？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产地标章。在申请的时候，我们先要从源头来做管理嘛，那我们县政府认为说，源头管理它包含了4个部分，就是田间的管理，还有你用药的管理，用药就是从农药商的管理部分，那还有制茶厂本身的它的生产的管理，还有如果介意茶贩，就是那个茶青贩这部分，我们也要做管理。那整个管理过后，我们政府那农粮署、农委会都有推动那茶产地标章，从茶农的申请以外，要他的土地要合法，然后层层的关卡，包括他的检验，然后最后由公所的监制，然后花这个产地标章。所以你们是希望透过这种难度很高、门槛很高的这种细致的过程，来最后鉴定出它是真正的好茶，做一个挂保证哈。我们先谢副首长。那我请教我们在场很多都是茶农朋友，可是我们看你们都是年轻面孔，你们有经过像我们县政府讲的这样重重的关卡考验而拿到认证的吗？可以举手一下吗？这位先生你好。我是生产杉林区茶区的茶农，那我目前做产地标章是第3年的时间，那做生产履历也有5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是自我的一种生产的一种管控。那当政府开始推广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是想说应该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在做的过程有几个好处啦。那当然是安心是最重要的。那我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可以让我知道施作的过程，检验报告出来，检验的数据，让我去修正我怎么去操作我的农药喷洒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这几年经营下来，甚至可以做到 ND， 就是没有农药检出了。就零检出这样。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上最大的一个的骄傲了。所以相对于这次的风暴事件来讲，你们觉得有茶认证以后，那种价值感就不一样，消费者的信心也有差。所以你认为，既然做了茶的经营，尽量想办法去争取到认证。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做我们本分的工作哈。那刚刚主持人有跟他讲一个，就是价值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在价格的反应啦，其实就是价值。这是消费者给我们的一种那种成就感，他脸上表现出来那种给我们的一种成就感，那种安心。是，谢谢。从你的眼神中，我也看到了坚定的感觉。好，这次年轻有为拿到双认证，他在追求一种制茶的价值感。那我请教现场，有没有还没有拿到认证，但是你是想拿，可是为什么拿不到了？也有例子可以来分享的，这位先生。现场来宾大家好，因为我就是处于在那个低海拔的，我目前就是今年的话就是被那个市场逼得我至少要去做那个产销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台湾一般比较低海拔的茶叶还是占比较多的，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也想要像刚刚这位罗大哥一样，如果我有种在杉林溪的话，我当然想要去做产地标章跟产销履历。可是我们在比较低海拔的话，现在台湾的消费者被教导说你们比较低海拔，你们价格就比较低，所以逼得使得说我们这比较低海拔也没有办法取得那个产地标章。那产地标章有要限制你的海拔高度吗？有，就像我们杉林溪的话，它限定到你的海拔要800公尺以上，而且还要合法的。所以我们低于在800以下，我们这些茶农就蛮受伤的。原则上就没有资格去申请认证啊。产地标章就没有办法，可是产销履历有。而现在这些
毒茶风暴之后，就是逼了我现在，因为我最近也开始申请那个 SGS 的那个产销履历了，我现在也是最基本就是要做到产销履历。现在这些通路商来讲的话，就是这是基本的门槛，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说保证说这是你茶农本身自己做的这样子。原来是这个问题，好，先谢谢你。原来我们争取产地的认证标章，还有分中高低海拔哈，它品相能不能再更细致化？这可能要新的进步革新。不过呢，你有先协分下，杨比国总呢会继续强调，你该副总。欢迎休息国准到出名台会该讨论现场。那欧组长，我就要特别先请教你来回应我们茶农提出来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那个地理标章不是按照海拔。就是它，比如说文山有包种茶，它很特色。好，那比如说瑞穗，它也有天鹤茶，或是台东的红乌龙，海拔都不高。那当然我们的就是所谓的民间或是南投，它有申请一个南投的青山茶。那当然鹿谷这里有鹿谷的茶，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刚刚很清楚的，就是我们那一个地理标章的概念是。确实是这个地方出来的，确实有农民在种的，那就是为了要去区隔跟进口的越南的茶最大的差别在。所以这位农民朋友他也可以申请这样的标章咯。对，是。所以应该是为什么我们这里都是由公部门，比如说公所去申请，然后他去发标章。那他在发标章之前，他有一个要确定这个人确实。不是生意人、进口商，他是茶农，确实是茶农，在这里种了多少茶？那还有一个概念，这里有一个流水号。好，那一般的概念是这样，比如说我这里这一块地只有生产100斤茶，那1斤1包一张标章的话，我只发给你只有100斤，我只有发给100张，那有流水号，很清楚。大家比较 care 的就是，常常在讲大一岭茶，哪有那么多的大一岭茶？是啊，或是。什么福寿山的茶哪有那么多？好，那这个概念就回来了。那我们去推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哪一个农民生产的茶，这一包茶到底是谁的？所以我们去推另外一个就是 QR code。那很简单的就是也不用认证，也不用验证，那很清楚的就是这一包茶到底是谁哪一个农民种的。那万一有农药的问题，我可以找到谁？那这个很清楚。那农民有 QR code 可以追到哪一个农民的时候，那个责任感就会出来。那副处长，我也请教一下，原来我们在谈到标章可以给予这个茶的产品很高的这个一种声誉或者这种茶产业的形象，它既然有这种积极目的，那我们要回馈到2个问题来讲，就是茶农要申请到这样的认证标章，就要做好自主管理嘛，当然茶要好好种的香喷喷的很好喝，这是第一要件。第2个就是刚刚我们的厂长讲到，自然是作为茶作物。避免不了要喷农药，因为这个环境天候各种种作的需求。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农药的管理也是自主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要件吧，我们也知道说，农民就有提到反映。好，我们现在有的是知识农民，他还能够分辨。可是大部分的农民，如果我本身在用药上没有很好的尝试，你药商配什么药给我，我就用。当这个施药一定有它的适应的一段时间以后，作物有抗药性的，那药商说好，给你加 double， 你再施2罐下去看会更好。所以变成。如果说这个药检管理全部都只要茶农第一线自己来负责，他们的负担有点重药商不用负责的吗？那在农粮署农委会在103年12月9号，他对农药管理法第29条来做一个修正，已经修正通过了。就是说在修正通过了，那他在这一年里面我们104年是一种顺宽缓期嘛，就是104年的时候还不予取缔，那明年开始如果你不开那证明，就会开始做取缔罚款的动作。那在这里呼吁，因为你必须农药管理法，你茶农去向贩卖商、农药商购买农药的时候，一定要取得贩卖证明。那贩卖业者，你本身也要去开立这个贩售的那个农药的贩售证明。那是有点像我们人医的那种处方签的概念吗？限制买药。是这样吗？倒不是限制买药，你开的贩售证明，那你既然敢开在上面的话，得是安全的药，每一个药一定是比较我们就是有宣导就安全的用药。那第2方面呢，我们借此机会也在呼吁说，我们茶农除了您购买的贩药以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
透过共同防治这一个区块，譬如说我们刚才说，不管你产销履历或产地标章，或者是你就是申请的话，政府补助的话，它大部分就是说在农药检测是 OK 的。那农药检测 OK， 我们希望你来做一个共同防治。那有人在讲，年纪那么大，我又看不懂。那你如果透过大家共同防治。防治队来做跟你做喷药，我想在做喷的部分也会比较安全。其实我们讲到说这个茶就茶的好品质没有问题，毋庸置疑，怕的就是有农药残留。那农药残留到底会产生在哪一些过程哦？原来我们看到，农民的用药观念不足是不是一个关键？那再来呢，林园的污染严重，这个很特殊的具在地性的一个议题，但我们来请教在地的乡亲哦。那还有采茶人力吃紧也是一个，因为你要赶这个采收工，你可能药喷下去，本来要等2周，等到药退掉以后你才能摘，可是你为了赶时间啊，你缺工啊，或者是你要赶上市的时间，赶快采，药就留在这个茶叶面上了哈。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测农药的人力不足，还有整个农药行的管理疏漏。我们刚刚透过副处长的讨论，已经解决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的农药管理法在修正之后，将来不过是买药卖药，在整个流向控管哈都要进行这个所谓的登录制，就像处方签，不能再像过去随时你要用怎么样自由自在买卖方式都可以，都要受到控管。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厂长啦哈。其实我们看到，如果说农药的使用不可避免，而且农药也没有这么样的污名化，用得当用得好，是可以增加产量来支应茶产业这个市场，有利润可图啊，这也是我们要生气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这2个问题，我就要特别强调说，像林园污染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像我们在南投这种最大的产区，可是它是茶区之间没有错，可是隔壁的就是避免不了，这在其他作物上也常常发现。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官方的部分来给予协助？每一个那个茶农的那个茶园的面积都非常零星，而且分散。那周边的其他的作物，当然难免也会影响到这个茶叶的这个安全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希望除了刚才讲的共同防治以外，那我们是希望有一个专区的那个概念的就是说这一个区域里面，我们是以茶叶为主。那这里面的茶叶为主，那这个用药如果又配合这个共同防治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有达到这个效果。那共同防治我总不能口头上说我们一起来共同防治，对方就会配合啊。他有他自己要采收的需求，比如说我种槟榔，我种蔬菜的，我一定会跟你共同防治。那个就是你做专区的话，就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嘛，去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共同的防治嘛。那不过现在放在眼下，我们现在的这种耕作状况我想请教我们在场的茶农乡亲2个问题。第一个农民跟农药行之间的那种合作关系，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先来请这位先生。实际上，在农药的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从农粮署这边来做嘛，农粮署来辅导我们这些农药的厂商，就把它这个电脑的系统把它设置好，给他们一套电脑系统。那给我们这些所谓的茶农，如果是茶农的话，我去登记茶农，那你就发一张茶农的晶片卡给我。如果我在嘉义，我在台北，我在哪里农药厂商这个晶片一输入，你就显示出某某人，你这个是茶农，你要买的这一张晶片只可以买茶叶的推荐用药，然后上面会跑出你的管理的那一种茶园的面积，你可以买多少的农药，然后你如果买超量的话，这个系统会跑到这个我们农粮署那边跑出一些非常透明红字出来，我们这些官员就可以直接监控嘛，就说这个人在买这个药。可能有超过一点点，那我可能会去派员去那边做检查嘛。农药行卖什么药给农民，那要登录清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要醉酒，要就责。你为什么卖？那我们的农药不合格，85%以上都是未推荐用药，不应该用在茶叶上面，你为什么喷？那你不应该推荐这个药给农民，给茶农，你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才是问题。超标的那倒不多。那我们有可能会落实得到吗？有现在法规了以后落实得到吗？那现在就是我们往前追。好，那你不合格的，因为80%几都是未推荐的药，不应该用的药，那往前推，你为什么卖给他的药？那就责他。那这一块是我们希望去导正那一个，就是农药商乱推荐用药的问题。那这一块就是希望就是在法规上面。法制化以后更要罚则，你有罚则，你才有对他有救责。另外，因为台湾的农民那个茶农真的很小，好，
那有一块我们比较容易推的了。好，刚刚有提到说要去大面积的专区，那很难，因为我们的茶区真的很零散，那一块一块几分地这样。那当然有一块就是我们希望去推的，就是当然比如说隔壁真的去种了其他的农作物，那你一定要去隔离，这个没办法，你要去用其他的防护网，比如说比较密的这个网。这个真的没办法啊，隔壁的种，比如说山药或是其他的农作物。现在的不得不了哈。对，你不得不，你还是要去防止它去喷的药。好，谢谢。好，那有一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比较大区块的，就是共同用药的概念，共同防治的概念，就是一起把，比如说刚刚有提到了啊，这一个区块，我们比较用契作的概念，把它连结，然后就是有茶厂去推荐的，大家一起共同用药，这个才有办法去解决大家乱用药的问题。好，我们谢谢组长。委员，我请教你，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是特别挂保证，我们台湾茶是好茶，我们的农药残留是那个标准是超级严的哈，比日本都还要严，所以大家应该安心。那这个高品牌我们得维持下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农业要茶叶专区哈，事实上是真的有困难的，混作的情形是我们台湾农业的特色啊。但是我一直非常的不解啊，就像芬普尼，它可以在蔬菜里面喷洒，但是不可以在茶叶里面喷洒。那为什么我们的农药农委会或者食药署为什么不规定说所有的农药都一体适用呢？不能喷洒在茶叶的，它也不能喷洒在蔬菜啊。这个就不会说因为旁边是山药、槟榔或者是茶叶，喷洒了山药之后，然后污染到茶叶啊？为什么农药不能够统一？为什么一定要茶叶的所谓指示农药？所以所谓的农药超标，会不会其实在农药的法规制定上有它不合情理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不合格件数提升，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我希望说农药标准要检讨。农药行未来可以跟农民合作啦，就是建立那种农药使用的履历啊，就是你长期跟那农药行购买农药，他就没有买芬普尼啊，为什么他的茶叶后来被验出是芬普尼？那就可能就是环境污染啊，就是旁边的蔬菜啊用了芬普尼之后，然后污染到它旁边的茶叶嘛哈。那如果有农药行可以跟农民合作，未来你的面积多少，用了多少药，大概可以使用多少农药，由农药行帮你控管，那是不是农药残留的部分呢，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呀？好，你讨论到了下吼，就发现讲，无论是从一块时，那个差某落去哈，大家都会各自验明正身，都是从红类退出去卖。之外呢，他甲七家也会做好管理，他甲你也会想到讲，你台湾茶既然是好茶，你应用做到创新，应用做到染色，向上挑也做到对接，尽紧本你甲茶产品做得叫就做下去，你会非常按重要的事情咯。也在可能了解报道，你怎过来讨论？一般的茶土事件虽然用消费者对茶饮料的是按有的疑惑，不过嘛看得出，不管是进口茶、台式茶，弄好用 MIT 台湾茶做市场行势的招牌。现在台湾茶不管是技术上面、种植方面，世界第一等。国外的一些乌龙茶，像球形的，其实都是我们台湾的技术流出去的。技术品质拢系世界第一等的，不过也有正面的评价，三毛反映在精致茶的消费市场上。其实台湾的茶叶生产基地都很好，我们这个高海拔的地方，土壤的品质啊，及空气的品质都非常的好。最大的一个杀伤力，其实在劳工。其实台湾茶过去大陆其实还很有竞争性，那为什么它拓展不开来？是因为台商在那边其实有一点就是说，价格没有办法有一个制定一个标准，那大家都是以利为优先的。对内要面对人工来源不足，对外又要面对其他人的小价竞争，台湾茶的产业还没很做得做呢。因为它现在就是它的可为，就是说它全世界独一独二的地形，因为我们是那个海岛型气候的，就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好，虽然量没有办法很多，可是我们要把品质做到最好，唯一要争取有竞争力的一个方式。除了做好品质的提升，后上一套的茶农马东促进的要为传统的产业加入新的想法，配合消费习惯来改变包装，为想很多的后上促权来啉台湾茶。生活上步骤比较快，可能要叫消费者坐下来泡茶，可能是有一点困难，所以换一个方式让他们使用方便，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自己就开发了有原片茶包的这种方式，可以让消费者来使用。
茶喺台灣重要嘅飲料和經濟嘅作物，台灣種茶嘅歷史到一下已經超過200年咧。面對技術嘅外流、生產成本嘅提高，和國際競爭力，我讓延續台灣茶100年嘅產業基礎，係政府和民間而共同面對嘅考驗。茶呢係一啲台灣重要嘅經濟作物哦。我們講到茶，其實它幾乎跟台灣文化也畫上一個等號。所以台灣茶文化，它不只是一單單的作物而已，它還是包括我們台灣整個本土歷史發展，在文化風行上一個重要的象徵。那我們今天看過去，很多的現場鄉親在地都是有種茶的農民。我想請問一下，現在種茶，我想到在大太陽底下辛苦揮汗去種茶，那是一個辛苦的產業。現在回流的年輕人來種茶的多哦。我相信的話，傳統產業的話，它有創新跟存在的價值。那再來就是說，政府這2年一直在推廣青年農民回家的部分。那我相信就是因為經由政府的輔導，那回鄉的機會的話，來承接傳統產業的部分。現在的年輕朋友的意願也非常的高。啊，你們要怎麼媒合，讓老農有經驗的老農來教這些沒有經驗的青農呢？你們要怎麼媒合？我們在借有一些很多活動，甚至是比賽茶的部分。然後像我們最近的話，剛承辦了全南投縣的製茶跟焙茶競賽。那我們在借有在競賽當中的部分的話，我們會有一些年長的選手跟年輕的選手做一個技術上的交流跟合作。是，謝謝你。那我問題也請要看起來也一樣年輕，他剛剛有發言過。我先請教了哈，年輕人回來做茶，當然看到茶的前景之外，其實對我也是一種自我使命上的一種責任感的賦予。就像你剛剛講，希望做出價值感。那你剛剛也告訴我們，原來你很了不起，一下這幾年來就努力做到了雙認證哈，也是一種青年從農的一個表彰。那得到了認證之後，其實在茶的未來，台灣的茶是有前景。可是我想要請問你們的是，有沒有覺得說，其實要提出來一個說，如果說銷售的管道可以得到穩定性，然後是有一個平台，不管是官方能夠更支持、有力的支持你們，在協助在銷售這一塊，你們可以安心的去提高你們種茶的技術，但是在販賣這一塊可以得到更有力的澳元，這也是不是你們的一種需求呢？那我的銷售方向跟大策略，因為除了內銷市場之外，我還是希望能夠做到外銷市場。我相信這是所有很多茶農或者是誠信的商人，他們想做的事情。但是他們就是需要有一個安心安全的產品，然後透過一個正常的管道把它銷售出去。那你現在怎麼賣茶呢？那我現在目前的銷售方式還是與批發商跟自己經營自我品牌啦。那我可以再請教其他的，我們有沒有在場的年輕農民，也可以來告訴我們一下，自己做茶，自己一定要賣茶嗎？是不是也希望政府方可以得給我們一個更多的資源？目前我們都知道南投縣它是一個產茶葉現在全省是最多的嘛，一個茶葉大縣嘛。那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政府方面那為我們立一個平台嘛，就是類似一個茶葉拍賣市場的一個模式。那如果我來拍賣，我是來競標的商家，那如果我是壓定你的價格，那這樣農民還是沒有這個一面在手啊，怎麼辦？但是它有一個機制啊，就是我農民我現在我大概認為了它是一個多少錢嘛，然後我那個標我是茶商的話，我有一個底標價嘛，然後如果確定得標的話，那2個可以再進行一個機制的協商啊。好，先謝謝你。那這個先生他提到，其實我們講到說，像如果說這種作物可以固定它的一個銷售平台的話，那當然就有點類似像契作，那就可以農民很放心的耕作。不過這樣的模式在我們過去有沒有實驗過呢？有沒有像毛茶交易市場這樣的一個形式？我也把這個發言時間請教我們的建興大哥哦。外面的茶商他是比較希望說，這個是由我們政府來做一個平台。那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做的時候是一天曾經銷售到6000斤的茶商的茶葉嘛，茶的量哦。可是你不要小看它這個東西，它這個東西會吸引到國際上很多的茶葉大廠進來，在這邊要做採購的動作。我們那時候是真的是協會的公信力還比政府的公信力還差一點點。這個東西如果是由我們的南投縣政府啊，或者是我們的農糧署直接去成立一個毛茶交易市場。對，大家都把茶葉拿到這個平台，在這邊做選擇的話，第一點會提升我們的製茶的技術，第二點會把這個，它那個海拔300公尺做得比你海拔1000公尺還要好，所以它價格會比較高嘛。所以這個東西我是覺得，這個平台如果做得成功，對我們台灣的茶葉會有相當的幫助。一個跨足進步呢。對，那尤其是像現在都是
青年农民进来哈，那这个东西真的是政府要去重视一下。哦，谢谢。所以拍卖平台说起来是多功能的哎，第一个它可以交流技术，彼此都是专家跟专家切磋；第二个它是大量的交易，所以我们茶的销售就可以减少很多买卖的压力。那副处长你怎么看我们地方农民提出来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政府都会乐见，我们会共同努力啦。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说，把握我们当前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茶展、茶博会都是大家整个茶农、茶商、茶企业大家共同努力的啦就是在每年的10月3号，我们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欢迎大家，谢谢。谢谢。镇长对我们在地的好茶这个销售要无虞帮农民的一个忙，你还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我们南投出去的茶都是好的，可是到茶农或在中盘或茶商的部分，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它就让其他的茶，如果越南茶或其他的茶、进口茶来混做南投茶。是。然后这个产标的部分，因为南投这个地名可能也是全世界只有这个有，可是这个政府要帮我们做这个产标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只要是南投出去的茶。让消费者了解说，产标、产地跟标章是一体的，就南投出的好茶就是好茶，这是让消费者一个安全感。所以说起来是制度要建立的非常明确然后才不会有所混淆的地方。先谢谢你，委员，我也把这个问题请教你既然我们有好茶好品质，那我们就要透过制度的帮忙有很多东西该法制化，或者是成熟的机制要被实验然后建立起来。你的看法？我希望政府要帮助我们的茶农在商品标示法里面生产履历跟产地标章要建立好，产品跟品质品牌这个是最重要。今天报纸上有日本的一颗葡萄卖16000块台币，我没听错。过去日本有一个香瓜卖18000块台币这个就是建立品牌了。我相信说这个是噱头啦，但是可见它的葡萄在当地是一个高经济的作物。台湾或者是南投的茶叶举世闻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政府帮我们建立所谓的品牌，产地标章、生产履历跟它建立好，不怕跟越南茶、中国茶竞争。未来我们的茶就会变成一个高品质的品牌，只要你要买南投的茶，它就是高价格，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才会带来农民高的收益另外，我们未来地方政府也要帮助这个所谓。这个标章不符的为什么我们在那个福茂会反对说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加工出口？也就是说，你用1%的茶叶混上99%的越南茶叶，就可以用台湾茶叶的名义去行销国际。我们当时的担心就是怕说，这个会不会因为混茶，然后伤了我们台湾茶叶的声誉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说政府帮助我们的茶农不管是在生产履历。或者是产地标章要补助我们，然后去建立高品质的那种台湾茶叶的形象。这个我们不怕竞争啦。你台湾的茶跟越南茶跟中国茶你把它区隔开来之后，我相信我们的台湾茶还是会最受欢迎。谢谢委员，标示清楚，这次真的在末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控。那我时间最后也交给我们的厂长其实我们刚刚从农民朋友也讲到，希望在这个销售平台上的这个稳定性是目前各方可以一起协力来追求的啦。那希望我们有公正单位只靠民间的社团，虽然他们非常年轻有活力，可是公部门的资源应该在这时候也要能够发挥效力。你的看法呢？其实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厂里也有在跟我们农粮署也有在推这一个就是追溯系统，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平台，让茶农、茶商，或者是这个公司、农企业，也都到那个平台里面去登录了这个平台是由我们茶改厂这边吗？是我们在总厂，我们的去等于说去推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构想了。那将来从这里面从这个平台里面就会产生这个条码。然后这个条码呢就贴在这个产品上，以后就可以追溯说，这个企业的茶叶是从哪里来。好，最后时间我来请教一下在场的乡亲，这样听起来我们民间上的活力跟创新的思考，跟公部门比起来，公部门现在就以现有的法令或现有的销售的实状大概提出的看法，是不是跟你们期待还是有点落差？还是你们也可以借着今天最后结论的机会再把你们的呼声作者跟你再可以提出来的？还有没有乡亲朋友要来发言的？其实我们常跑大陆很多大陆的厂商他们
他们一次要买不是1000斤、2000斤，我要买是1-2万斤呐。哇！那台湾茶农过去的时候就说，我哪里那么多卖你？我家茶园5-6甲地生产1年才1万斤，我拿那么多茶卖你。可是你如果把这个平台建立好，就刚才其实可以跳脱一个模式，就是说，不管是高低海拔，我们在这个毛草交易市场里面是追求品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茶叶厂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老师进驻，这个茶叶一盒下去，我管你是哪里的茶叶，这个茶叶可能价值500块，这个茶叶可能价值1000块。那个落差感，可能会打破你的对我们台湾人对那个高山茶的迷思啦。是。高山茶一定好吗？绝对好吗？其实不见得啦。低海拔的茶叶一定是不好的吗？其实不见得啦。所以说这个思维，如果建立一个平台出来，把这个毛草交易市场搞好，这个市场会慢慢壮大了。好，借着今天这样一个录影的机会，也本大家看到、谈到哈，其实民间那个产业吧，这个思想是滚动式的，一直在往前跑哦哈。透过创新的一种追求，希望本那个产业含较稳定。茶农好好种茶，记得是研发，记得好的技术，重点个建设呢，那个公仆们好好做好把关。对你消费者来讲，有安心，有啉到好茶，这真的是三赢，而且是何乐而不为哦。今日全民大会个讨论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再会。